係5月25號，亦都係國際失蹤兒童日。近日警方搗破一個綁架同埋禁錮兒童嘅犯罪集團。我哋揾嚟其中一個曾經被禁錮嘅兒童做個訪問，交由黃家彤報導。警方喺九龍塘搗破咗一個為期已經14年嘅兒童綁架及禁錮集團。據知每年有424人會遭到禁錮，當中甚至有人被禁錮長達4年。禁錮期間需要喺入邊擔任唔同嘅角色，同有唔同嘅工作，包括清理酒精中毒者嘅嘔吐物，同協助手腳唔協調者清潔身體等。而兒童心理學家黎約翰喺幫部分嘅受害人進行心理評估之後，就話大部分嘅受害者都係懷疑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。即係指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、同情加害者，甚至認同佢某啲嘅觀點同諗法，反過嚟會幫加害者嘅一種情結。部分受害人獲救嘅時候，不斷高呼我係差人、我愛差柯等。亦都有遭到禁錮4年嘅人聲淚俱下咁話唔想獲救，唔想離開。你最中意食咩啊？菜。你最中意食咩生果啊？橙。我唔想走啊！你哋由得我啦。學者就話好擔憂，將來嘅受害者有可能會變成加害者，繼續犯罪嘅活動，危害4柯安危。警方話集團嘅首腦麥永生以及其中一位嘅負責人洪英俊已經被捕，但係相信仍然有多位嘅涉案者在逃。案件排期到9月1號高等法院開審，先交翻俾新聞部嘅陳俊毅。如果你發現你身邊嘅人都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嘅症狀，請致電2338菜園培堂受害者聯盟尋求協助。今日新聞報導完畢，再會。來到了差柯裏，流連忘返。